路线读中南咖啡囊好，那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音乐分享会好。那我很开心呢，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学习藏文和藏曲的心路历程好。那我是一个藏文老师哈，学习藏文已经超过了12年。那当年我考上法光佛研所的时候，我就已经是3个小孩子的妈妈。那当时和我同班的呢，都是大学刚毕业的研究生，或是很年轻的法师。那在要兼顾家庭跟学业的情况之下呢，我没有机会出国深造。那但是在学院派的泛巴藏的佛典语言的训练之下呢，其实我当时有架构了一个很完整的语言的概念。而且呢，在我当藏文老师之后呢，我们的学校也转型成推广性的社会大学。那我的学生里面呢，最小的有小学3年级的小朋友，比他还要小他要5升6了哈。那最年长的呢，有70岁的阿北哈，那他现在已经在印度三学国学院深造了哈。那我一边试着呢，把研究所当中所学的呢，转换成一个简单易懂的概念。那我一边呢，也尝试由西藏的文化当中呢，去找出汉藏语言之间它的差异性跟共同性。那它其实汉藏有蛮多地方是同源的哈，但是它的字形还有它的发音的方式，其实跟梵语比较类似哈。所以呢，我们只要搞清楚它的差异性，它之间的异同，其实很容易掌握这个语言的概念。而且呢，在藏文的学习过程当中呢，说听读写其实是要同时进行的哈。那我当年其实并不是这样哈，我是先会读会写，然后才敢说才敢听哈。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同时要一起进行哈。而且台湾的教育方式下的学生都是先会读写才会说听哈。我当年就是这样。那都是填鸭式的死背强记这样子很厉害。但是只是为了要求那个高分或者是文凭哈。那真正要开口实际应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开口哈，然后没有办法灵活的运用。但是我们如果假装我们反观这个藏人的小孩，他们其实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完全看不懂藏文，不会写藏文的情况之下，他就会说藏文跟听藏语，对不对哈？那其实呢，任何一个语言的体系当中呢，母语的养成的过程都是这样。所以呢，我开始就是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之后呢，我就开始觉得你是不是能把这个语言学好？我就觉得它的关键就在你是否能够以他们的角度来切入这个语言的逻辑。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一个很釜底抽薪的一个学习的方式。所以呢，后来我的教学方式呢，我就不主张要利用表格或者是谐音来死记，因为那样子只会造成一个很浅层的一个记忆然后呢，很快就会忘记。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考试完我们就会忘记那所以呢，我希望给予同学的是一个观念跟逻辑的融合。那我认为那个是一种比较深层的记忆的种子。那个种子呢，是一种能力，它将来可以萌芽，可以开花，可以结果所以为了让学生可以学以致用呢，我就开始突发奇想那一开始我是跟 Lily 班长我们2个就突发奇想说，如果说听读写之外呢再加上用唱的就像我儿子他用听西洋音乐来学英文那样，我觉得效果应该会很好那因为透过音乐的共通性我觉得它可以消弭种族跟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能让所学的词汇呢能够开口的实际的运用因为我觉得你实际唱了，你就不会那么害怕不然像今天那个很多上司莅临那我们就会平常也许我们背了很多个词汇可是真的要运用的时候，我们可能脑中一片空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用唱的，它其实是可以缓冲这样子的一个紧张的一种气氛那因为回溯这样子的因缘呢所以呢，我们2年前我来看一下，我们2年前呢，我们2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有在这个我跟丽丽呢，还有湘君我们的老板娘呢，我们在2010年的1月呢，我们在德基书房开设了这应该是全国的首例吧因为台湾是有教就是汉文的这个道歌的课程，但是开藏文应该是头一个那我们在德基书房开设了唱歌学藏文的课程然后希望呢能够透过藏文歌曲呢快乐的学藏文。那我们借由音乐呢，不光是累积藏文单字，理解藏文文法呢，而且还深入了佛法的义理那我觉得
为与其要死记零星的单字哈，我觉得倒不如背诵有意义的记诵。那你如果与其死背记诵，我觉得倒不如像唱歌一样融合音乐的词义哈。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头我们唱的那一首哈，很多同学会唱但是他唱的好小声哈，这首呢是齐豫的这个佛子行哈。那齐豫真的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偶像哈。那我是他的粉丝哈。那同学就会猜测我的年龄哈。好，那我觉得他这一卷真的非常好听哈。他只有一首歌而已哈，就佛子行37首。那整曲唱完可能要15分钟哈。那我发现他的声音非常好的地方是，他完全没有换气的地方哈。我们可以来先听一下。几乎没有换气的点哈，那我相信这不是机器修出来的哈，因为齐豫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唱将哈，也是一个艺术型的歌手哈。那这个由吴卓贤菩萨所著的这个佛子行37颂哈，这个他把后面长波比藏北杰塞拿连梭顿嘛哈，它这个佛子行37颂本身呢，它的这个文字就非常的优美哈，而且它的法义呢非常的这个深奥哈，然后它的用字呢也是属于对仗的哈，所以当你如果我们去学习这样子的记诵的话，我们可以学到成组的单字哈。那对于我们这样子比如说拿起字典来乱枪打鸟这样死记单字，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效率的哈。那这样子呢，绝对会是事半功倍的哈。那但是我当然我可能不会唱齐豫他所唱的中文的版本哈。那所以呢，这个如果日后在法光的秋季文法班或者是我们日后开的藏曲360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教唱这样藏文的版本哈，像我们刚刚唱哈。但是我刚刚没有唱得很好，因为有点紧张哈。好，那我们来看哈，我们最初的3期的课程呢其实是非常的顺利哈。那我们一开始呢，其实是以金刚道歌为主哈。那一开始呢，其实我比较偷懒一点然后，因为一开始都是由丽丽班长负责选歌哈，然后教唱。好，那我只要带一把吉他来哈，然后负责我那时候还没有弹吉他，我只要人来哈，然后负责教藏文解释文法哈，不必开口唱歌哈。那这样子跟唱歌相比的话呢，我觉得藏文才是我的强项哈。所以这样的课程对我来讲其实是游刃有余，毫不费力哈。我只要人来就好，然后讲完我就休息哈，丽丽就会带唱哈。那但是我到了第3期以后，我就觉得计划就赶不上变化哈，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呢班上同学对于选歌就会开始出现分歧的意见哈。那有的同学就希望可以唱不同类型的歌曲哈，不要局限在某个教派或是某一种类型的歌曲。那可是有的同学却希望他却不想唱没有法义的歌曲，因为他认为唱没有法义的歌曲呢会折损福报。好，那有的同学呢不敢唱心咒，因为他怕会触犯3昧耶戒。那有的同学会坚持不能唱情歌，因为他认为唱情歌会堕入轮回哈。那这样子林林总总的不同的意见呢，就让这个课程分崩离析哈。那我有试着沟通哈，但是没有人愿意退让哈。那在没有人愿意退让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的第4期呢有一度呢是面临这个停课的命运哈，有2度是课程是开不成的哈。好，那我本来很天真很单纯的以为说透过音乐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这个掉了没有关系，将军。可以，好，谢谢。好，没关系，那个钩子，我们昨天才换地方，它本来是挂在这边的哈。好，那我原本来是单纯的以为说，透过音乐就可以让我们跨越地域的区隔、语言的限制哈，消弭教派的分别、种族的差异。可是没想到反而令同学产生更大的执着跟纷争哈。那针对这样的分歧呢，其实我有请教过很多藏人的上师与专家哈。那上师们是告诉我说，藏传佛教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教派跟传承，是因为人
人生非常的短暂，没有办法遍修84000法门，所以呢，藏人会择一法门专心的勤修，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比较容易证悟。但是藏人本身其实对于教派跟传承，其实不会有分别跟偏私那台湾的弟子比较奇怪他往往会陷入两极化的迷思跟反应那有一种弟子是他到处皈依啦、灌顶口传，可是他从来不想静下心来实修。那另外一种呢，是表面上好像是在实修，但是内心却对于其他的教派跟法门充满了排斥跟歧视，然后这样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偏见跟执着。那我觉得不论是对于其他的教派的减损，或者是对于自己教派的争议，其实都是会障碍解脱与成佛。就是前路给quân队堂，然后路给红豆，他妈他巴堂讲就后北比马切的，年前他评价的而且我觉得音乐呢有一种超越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如果音乐和语言文字相比的话，我觉得音乐不但比较不容易产生歧义，而且比较没有杀伤力那而且呢，它还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跟客观性。那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我们菩萨圣门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宗旨呢，其实是非常的类似的那比方说，假设我今天我在网络上发表一则宗教的言论那虽然说信者恒信那相信的人他可能会给你拍拍手然后说你讲得非常好，可是对于不相信的人也许他风度好一点，他轻则充耳不闻那但是如果对于一种比较具有排斥性或分别心的人来讲，他可能反而会引起他更大的反弹他反而觉得你凭什么这样子说为什么你说你的主张会是比较好那但是假设我们今天换成是一段优美的音乐一首悦耳的歌曲，它反而可以巧妙的融合那个尴尬的地带然后呢跨越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年龄，引起更大的共鸣那我觉得这个是音乐超越语文跟文字的地方然后呢还有比方说，有的同学认为不应该唱情歌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盲点的地方比如说呢，在藏区流传最广的诗歌呢，就是这个仓央嘉措情歌仓央嘉措古路那古路这个字呢，其实它是正道歌它这个是正道歌。那它和密勒日巴道歌弥勒得贝古路的道歌的那个古路的字是同一个藏文字，并没有两样那有人会把仓央嘉措情歌当成是情歌不能唱，然后把密勒日巴道歌当成是道歌可以唱，这是不懂藏文的人被中文翻译误导的结果那尽管西藏的人呢，还是喜欢把仓央嘉措情歌当作是一般的情歌来传唱，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它的里面的用字，它并不是真正的情歌在第6世达赖喇嘛当时呢，他其实是身处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局他当时内在的政局是非常的变动，然后对外又要面对这个蒙古库什汗的这个压迫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会把很深的法义呢，然后放在一般世俗人看起来是情歌的文字里面那其实它背后含了很深的法义而且呢，我觉得如果就算它真的是情歌，我觉得唱情歌本身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跟六根不净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感情如果去除执着的成分，它也是一种慈悲的展现然后呢，而且我觉得一个语言当中它最美的文字往往都会在情歌里面出现。那我们待会有一首歌是宝瓶世界点的歌待会就可以印证这个它同时有中文，同时有英文，同时有藏文，但是它的藏文歌词其实是最美丽的好，那我们待会可以印证更何况那个佛子菩萨。我们所谓的佛子跟菩萨呢，其实在家出家都有然后立身的事业，我觉得在家出家人做起来并没有差别。而且金刚圣门它最令人振奋的，我觉得也是在于它并不是只适合出家人的修行我觉得在家人一样可以透过它，先利益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慢慢的推广到一切的众生那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徐清源老师的音乐会来看一下。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那但是那个时候我来看那时候刚好徐清源老师呢，他举办了一个音乐会然后呢在他的音乐分享会当中呢那天我们参加音乐会的情况，
好，然后呢，他跟李丽师姐呢演唱了很多的新奏哈。那天呢，我就问了他很多的问题哈。那我觉得徐俊彦老师的音乐会呢，在当时给我很大的鼓舞哈。因为呢，徐老师说，藏曲伴奏本身的频率就能够安定人心。好，即使你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好，单单就他那个频率呢，就能够安定人心。那尤其是呢，我们如果开一个班，结合很多人一起唱诵，好，或者是像我们法会的时候，很多人结合很多人的能力一起唱诵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磁场跟力量。好，那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众人不断的去传唱的话呢，其实也就是佛法的弘扬跟传承。而且徐老师也强调说，其实除了护法的星咒会有教派跟传承的差别，那其实诸佛菩萨们的星咒都是共通而没有分别的。好，然后呢，更好笑的是我这次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呢，我也有这个录了一首这个赛德克巴莱的歌，好，等一下在这里哈。然后呢，我还有请那个林庆台，好，请那个林庆台来入镜当我的这个，其实这个是照片啦哈，请他当我的这个来一起拍摄 MV 哈。那其实这不是啊，这是照片，我在他前面拍照，然后我儿子帮我做成的 MV 哈。那赛德克巴莱电影呢，在当时也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哈，因为他今天好像会演下集嘛哈，上个礼拜好像卫视中文台演这个上集哈。好，那当时上下两集是太阳旗跟彩虹桥嘛，那它其实是描述一个信仰太阳的民族，好，就是日本嘛哈，然后一个信仰彩虹的民族哈，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原住民哈，然后呢，他们发生了争斗哈，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他们所信仰的太阳跟彩虹呢，其实是来自同一片天空。好，那我觉得佛教的教派跟传承也是这样。我觉得今天不管是南传、北传或是藏传哈，不管是三圣的哪一个圣门，那不管呢是显教或者是密教，也不论是红白花黄四大教派，我觉得呢它都是来自于佛陀。这样可以吗？哈，这个推巴松银那扬哈，斗丘场桑那银那扬，屈入凯列银那扬，他妈桑列比登巴耶，好，我觉得他们都是佛陀的教法哈。那个导演魏德胜呢，他为了坚持他的理想呢，哈，几乎是倾家荡产哈。那我想我这一点挫折应该也不算什么，好，然后再加上我这次去参加中大金的仁波切所引领的84000佛典传译的活动，那在会议当中呢，仁波切也耳提面命哈，再三交代我们千万不要有教派的分别跟执着哈。好，那但是这些我们道理我们大家都懂哈，但是在当时大家成见已深，已经听不见我的逆耳忠言哈。那我想在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情况之下呢，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哈。所以呢，在第4期很勉强的开课我们有第4期的海报。好，我们第4期的。第4期有停2次哈，然后第3次好像才顺利开课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第4期的时候呢，哈，那个时候，等一下，那个湘君有帮我做一个很漂亮的海报。好，这个是第4期的，好，那第4期的时候呢，我们勉强开课之后呢，那为了想要扭转已经被曲解的情势哈，然后我要缓冲同学们之间的纷争呢，所以呢，我只好开始自己选歌，然后练唱跟教唱哈。那我以前很懒惰我只是来这边然后唱，然后教一教完我就走了哈，我没有去学它应该是怎么唱哈。那但是现在开始呢哈，就是第4期开始呢，你一定要自己来选歌哈，而且为了演示呢，让我很自卑的娃娃音哈，我还想加入吉他的伴奏哈，然后自弹自唱，就是这个滥竽充数一下哈。那选歌的方面呢，我就开始透过网络跟唱片行。好，那一开始我真的是可能为了一首歌，我会去买一片 CD。好，那可能那首歌里面只有那片 CD 里面可能只有一首歌是可以用的哈。好，那一开始呢就没有办法哈，只能在网络上跟唱片行呢去买一些相关的这些唱片哈，然后收集各类型的藏文歌曲，然后我自己抓和弦、翻译歌词跟录这个 demo 带哈，用 MP4 来不是用录音笔来录这个 demo 带哈，然后甚至呢我请当时中辍的儿子
哈，因为那时候他就不想去上课嘛，那我也不想让他在家里闲着呢，我就情商他哈，雇佣他来帮我用威力导演制作 MV， 然后方便同学们课后复习哈。好，那但是一开始起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坎坷，寸步难行哈。那首先是这个隔行如隔山哈，因为呢只是在高中跟大学呢玩票的参加过吉他社，但是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我，我记得我有一次唱歌啊，有同学问我说，那第一个音是哆来咪发哪一个音？我不知道哈，不好意思哈，因为我只会5、6个最简单的和弦，然后我不会弹封闭和弦，也不会移调哈。那我的音域呢本身来讲也不够宽广哈，是属于比较狭窄的哈。所以呢，当时呢，第4期的时候呢，很多的歌呢，我不是抓不到和弦，不然就是超过我的音律哈。而且当时呢，很多藏文歌曲的专辑哈，我去外面买的市面上买的藏语的专辑呢，其实它并没有附上歌词哈，大部分都没有，少数才有。那网络上的 MV 呢，也大部分都没有打上字幕，好，那少数有打字幕，但是也有错误的可能哈，而且有的字非常的小哈。那因为那个时候听力不是很强的我每天晚上可能都要筛选几十首歌曲，好，然后曲目确定之后呢，我还要花很多时间呢去摸索这个歌词、和弦跟音调哈。那个时候往往是这个礼拜的歌唱完了哈，但是我下个礼拜的歌还不知道在哪里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第4期的非常坎坷的心路历程哈。那我们来看，但是虽然在这很艰困的条件之下呢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好的这个作品产生哈。那我来看我一开始会想要用这个吉他来弹奏藏文歌曲，其实是因为网络上流传的这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是由西藏流亡印度表演艺术学院他们所创作的一个歌曲哈。那网络上一开始流传这个 MV， 它其实是没有翻译的哈。那很感谢那个孙中华老师跟这个高哇啦他们2个联手呢，把这个中文的歌词翻译出来哈。好，我们现在来听这一首。3